爸吼做这地要按用的，叫做过生前就交代来，过了不个吼会搞混掉。95年释字至第49133号财团投标人，麻烦请到前面来，并出示你的证件。什么？阿哥我这回哦，要他不搞，安排就困了。爱弟，按多年我就很巧。投标人李树敏。我想不通，你为什么非要那老宅不可？投标人张义信，代理人薛佩仪。本件投标人张义信，最高标得标。今天忙什么？要我帮忙标装下的一个古厝。古厝，改建，赚大钱。我不知道，你委托是谁？我不晓得。这个案子也太奇怪了吧！我着你想来请留给总医生先生讲一下，佢做对老老婆，总买本爱掉。该兴的该落我。张先生要我传话，想知道他是谁，只有从曾家母女身上了解。今日什么个啊？总法也兴也不甲送去新店法，唔卡终于来也还系妹啊！来也摸也偏偏好。电法太跳诶，应该生嘅，你出世啊？すみません。做咩？叫你罗清贤才讲好甲周先生呢。有一次希望请到一个有戏子、有文化嘅朋友，絶対君を幸せにします。愛してる。你看，要没有新的吧？哎，真是呢！还记得一年爸爸早来出去，经过一个客家庄，看到一户人家的新电话，这样时，佢看的东久，个人奶奶冲下发，阿爸对新电话印象一冲去变成。有朋友来出位转来看，做新票的哦，伊个规矩我先讲，看唔是吼，那个哦本人讲啊，个做干娘的无老唔搞好，那准要做得出来样的事啦，没事嘞。伢那边伢阿贤哦，较馒头，说边伢较做男孙的，头都唔会中的，唔当摸头。哎，什么？你用的咯？你用的咯？阿妹。你看楚妹还没有神红的呀？啊，恐怕黑哦。你有神风嘞，还这么爬嘞？这是我让人家打，这是我让人家打。23年24，你是阿家嘞？你黑太子，你就还转来哦。阿妹，来老妹，听讲你结婚，做你转去么？做唔得啦，佢反多样啊！你生人嚟一樣嘛嘅唔拄好，我喺留阿賢樣嘅交代。你不看难过死，那个天啊，天才会答应你台咩？咁有辦法？先生，先生，先生叫來！今天看爸爸，想爸爸了。今天有花哎。
什么？太子啊！太子，安妹发生那个事情了。太子，哎呦，怎么？三妹，也下无卡喺唔得都去打理，也记转来唔同样的伤。就恐吓黑了。什么呀？我听讲三妹去有书面过本做妹系冇？也爱用亲好啦，安排好完成过日嘞。不过，我唔想一世人做喺啲妹家，也应该爱有自家嘅安全啊。我想爱三希法令讲，我爱书面替太子去。我来没拜托好冇？唔要完美，都是啲路要含有一个。你做一讲听听咩？你记得冇？算命先生有讲，书面命带有2个阿妹，我去验房，才会好命。怎么？书面就搞不赢啊！对佢講呢件事，佢就會硬我嘅。什么呀？都有啊。你做啲太子去法令，那公妈家就唔會嚟送咩高門去。看買馬街。太阿姨，身體太順，出咗我考。叔妹，老唔講，對見本嘅意思，唔好個欠嚟太阿姨，愛欠嚟卡獎，點麼？阿舅啊，行了，搞點呀？该只你有文凭哦，唔會炒。乜嘢啊？阿拉人聽住啦。你要不要你啊？喂，你做嘛呀？然後講哦，你講話呢，而且嫌疑不同時，然後你再派出所哦，馬自己上。按上你好，按上你好，來啲。興哦。要不然國家來代表政府啊，使用這條新電法。他講，阿 Q 做乜嘅送新電法？因為新電法係多子多孫的意思啊。乜嘅係多子多孫？就是小娃生啊。他講一下有小娃生麼？有5老多少的卡獎身邊，卡獎就小娃生啊。我现在在路上。まだ書記官が召集令を受けた。朝、今日は思いっきり飲もう。早く。すまない。絶対帰ってくるんですよ。私は待っていますから。あなたと夫婦になれたことは僕の人生で一番幸せでした。走了。小娜娜，好，你讲。多謝。
小嫩果，做迄个记，半做半读，竟然领薪水，若是会晓，就是技术啊。安尼，你就要去银行啊？多少？嘛个迄小嫩果啊？小嫩果，小嫩果老是干棍，迄强用的啊。其实佮迄老迄左边相似，强用危险。这互你。手机啊？你摕啦，这互你好运。好啦。这真正足水的呢。对啊，足水的。我们结婚吧，嗯？你现在答应我，马上回去离婚。好啊，你离啊。你敢离吗？袂当互别人知影这件代志。这款玩笑嘛，那搞点看长，一定不还。干什么的？哎，不好意思啊，长官，他是我朋友啦。你伫恁办公室敢有听到什么消息？拿走！拿！老实讲，周先生规定的足少的，足少。刘平，嗨，嗨什么嗨啊？你那个鬼子口气还不改啊？一切都变多，容易不死推，可用力。接获情报，张太阳的儿子藏在你们这。说，人藏在哪里？刘平，来了。署长，先去休息哦。应该是借你的方法去明爱。阿平，阿平，被踩了。多少？我不应该去注册啊？为什么？是不是恁爸母摆互你注册？多少骗到按洋葱，你用这个本钱出去。你小心啊！他署长很有前途，你要我不与他，你会离神呢。水眼好诶，好势势。少年你多谢哈。会啦，唔记得几个万年哦。去粮食去日本做小练课的庭院。庭院。下个月等我领薪水再约，好吗？庭院乐观的，其他生意忙忙的。老母都靠交本钱，敢安心。我不管，我不准老体育来往。凭嘛个啊？凭伢很伢妹，你又没哪妹？薛佩莹，亏你还是个律师，你怎么会介入别人的家庭啊？你有什么权利？用这种方式来让我知道。你听我讲，我真的没有想到疯婆子会来找你，她疯了，真的。佩仪，你叫我什么都没有，佩仪，你不能叫我走。阿撇，阿撇，大家，你桌上这个喊来诶，阿姐，桌上去哦。安呢？谢妈咪，爱托你吃住，这个幸福，而且争取。